不但要偷出来，还要把这个给它放进去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吧，我这一战期的绰号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这吹，我没说完呢。你把东西偷出来之后呢，立即交给他。之后你还要返回去再偷一次，故意露出破绽之后把这个掉到地上，然后惊慌的溜走。听清楚没有？清楚了。是。大肚子岳父边上那男的，东西就在他衬衣的口袋里。你就放心吧。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是我自个儿办的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他妈怪了，这事儿。小偷，肯定是那小偷掉的包。哎呦他妈，不是，哎那小偷怎么知道咱有提货单呢？肯定那是于总搞的鬼，那他妈于总搞的鬼啊！那就赶紧找他去啊！找个屁呀！人货都提走了，找他有什么用啊？那咱们赶紧报警去啊！报警人不承认那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这单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咱呐，这都他妈怪你！我当时说找三姐办这事儿吧，你就说不干，说什么雁过拔毛，这回好了吧？拔光了你高兴了？哎，不是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浑身好肚子疼？哎，没事，别着急啊，不是，快去医院吧，走。慢点。哎呀，别想了啊！该着点倒霉。你这怀孕8个月的，再欺负点什么事儿？不行，无论如何得找到那个于总。还于总呢？你还没看明白啊？就是他骗咱。哥，你快去小吃部看看吧，蔡伯在门口发难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素春的弟弟，我也不管你有没有营业执照。当初我这房子让素春经营了，那我是为了报他的德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两口子这个钱一个月比一个月给的少，还说什么经营不景气，家有黄金外有秤啊，这是你大姐说的吧？那这么着，蔡伯，我给您加钱不就得了吗？晚了，加多少我也不让你干了，我租给别人了。啊？别介，蔡伯，要不然我把我大姐叫来，让她跟您谈。犯不着。他来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租给别人了，我不给你费多么心思，限你明天搬家走人，不然的话我就封门。蔡伯，傻老大，你跟这蔡伯说什么了？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啊？这是妈，我都好久没见蔡伯了。你甭不承认，肯定是你搞的鬼。哎，你别冤枉好人啊！我大姐是那种人吗？就是啊，要是不给你干，还要等到现在啊？傻老大，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摆平了。妈，现在蔡伯他也对我不好了啊！妈，我不管啊，工厂那边我已经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了，我现在是没工作了。什么？哎呦，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我头晕啊！妈，傻老大，妈，你不管怎么着，你得把这个小吃部给我弄回来啊！哎呦，行，哟，妈，您别着急啊，我这就去试试啊，妈啊，我去了啊，别着急啊。喜觉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妈的话呢？啊，那铁饭碗怎么能随便就丢了呢？妈，那我哪知道那么些倒霉事儿全赶我一人头上？那刚才都，那对刚才也出事儿了啊，
让人给骗了。妈呀！看来我的血压是真上来了。这房子怎么直转悠啊？妈呀，妈，你别急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来，妈，喝水来。哎呦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就是不让妈省心是不是？蔡伯，您就行行好吧，我都说了那么多了，说多少都没用了，我合同都给人家签了。说实在的，春儿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们老两口子不错，可是我们两口子对你也不薄啊。是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是我出手帮你呀。蔡伯，我都记着呢。这两口子是变着法儿的少给钱。你的兄弟媳妇跟我老伴说什么？当初是傻春干，那傻春傻。如今不一样了，我不是傻钱，我是留钱。蔡伯，您消消气儿啊！哎呀，我在这给您赔不是了。蔡伯，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我给您结账，你看行吗？不是那么回事啊！我跟你说呀，我们老两口子呀，要是看不见你兄弟媳妇和兄弟两口子样啊，也许还能多活几天。你要是真不想让你蔡伯活了，我让开你，哟，你进去。蔡伯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来麻烦您了。蔡伯，我走了。我二姐说的对，这量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，就要爆发。我哥和我嫂子他们两个也太那个了，你看这就爆发了。这事儿啊，不能怪你哥，你哥没那么多的坏心眼儿。哟，这叫个跟什么人学什么人，跟着巫婆会跳绳。您没发现我哥现在都已经变了吗？哎，妈现在就忍着，忍着。为了抱大孙子，要是没给我生大孙子，你看着，我让他们俩都给我一边滚蛋。大姐，别跟我说啊，别说啊，这心烦着呢。我又没说不行。那你脸上写着呢。妈，你说他一大小伙子的，也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吧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上我们那儿去干得了。哎啊，等他们生了儿子再去，现在不成啊？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瞎混呢。哼，他没那胆儿，他就跟咱俩有本事。又是您管的。